力何处，你就会就进入这个来讲，咱那个是讲讲了了，唔讲的这个钱，真正你若有讲我修得用我，无对性情的正见用一种去甲你参我，你自自然然唔知影，这个就是所以。金刚经就是讲嘿，讲大，论语就是讲大了。孔先生甲学生同参这本论语，大概写出这大量的意见，比方论语是讲孔子是讲的，因为弟子干练民众天将平等强在我诸国民间。大地就产生了是马上意见的，所以这就是大用。但丘陵见物件这个用，然后你没登记就无问题了。今日咱是了丘陵天动卦，不过咱有能写怀疑，咁真正了丘陵天动卦好，所以咱讲这个作对的。信其有，不可信其那我要怎样时代呢？咱的讲谈书，咱的音波书，唔敢去为呀，用信的来管，之外，这样咱就来出现。所以呢，若言心中是正心，咱人的咱心道当中，咱会当若言，咱会当咱。心中呢，来磨出这个自行的分裂道水，有金则是先是因，有金讲这个金的两头，有金讲这个金的因，那么咱后日有这个金的构造出来，所以有金就是先是因，所以咱是讲。唔通糊糊涂涂，甚至呢唔通马马虎虎，甲看讲这讲是真正是的，唔通还个模拟用个这后日是当我的那个对象，无当我的大，所以讲不见出现，我不分，你若我到人见性，我就见性。那些我靠被成婚，干翻这个，所以七仙终是大吉。你若是讲这个是讲点了，咱来真人讲，可能是都见性，那个我做他某日低见，某日不能低见，那个是众生的低见，这块的七仙，咱是带企业人。七仙终是带七，但是带七啊，我才天德摆开佛陀，个人都点，当然出世以前，中华有着金德，有着三奇，有着显法，所以当然要改。要做明多出来讲顿教不能经义有。这顿教法门，其他些拢老弟就做大经来的，老弟一本大经来的，所以好好去解讲，好好去解研究，好好去解了解，从咧看哪里，从咧看三国时安尼，看红楼梦安尼，甚至看武侠小说安尼，安尼看到新鲜，看到尾啊，越发越充满，所以救度世人，师自心。也救度世间人的这个事情，你好，我做红线代书，交代的做代书，公理他们家去说话的，先去苦累，先去主修，先去主修，到了时间了到，你再出来显德，来机会现象，咱就要一定来得了现状，都看经典。都
解咱自己毛病，了解了后，咱一些自修的过程中，唔是讲你让别人看，可是咱偏偏别人就睇看，无啦，真正改变做嘅，到底是改变是什么会得改变？这会改变呢？咱就是无啦，就简单来讲，才能了解。从玻璃中来学到这，你古代书来讲，玻璃中来学到现之外，不作出格，大有有。你若不穿正解，可以啦，比较浪费时间呀，比较浪费时间，所以咱能了解，潜水。如果一笔主标有偏色上的实验，咱是那个逐些是重视偏色上的实验，真正内心在修的人，还是有了不起。这个上，这个都是文道。你要来在咱这里的是啥讲？就说之言不为不多，言语就以名一下，即要用作新鲜。作为何故？开始有理不文，文字不由言话。伊讲即摆许多人足多，不过真正有其名利的人足少，了足少。当然就会在写钱关不了。伊讲这是什么原因？还是有疑问，来问，问个有咧来用心来参悟。所以当今未来当中，受着批评或者蒙蔽，愈白愈深，愈白愈难，同我是相谈所以如果一笔主张有形色上的修炼，咱会使一笔主张有形色上的修炼，心向外车，心向外车就新闻出现，有哪个咱看到新闻啊？或者讲，我当然看到新闻，咱来了解。咱唔能啊，今日讲好，我哋諗起咱做嘅做多落嚟，我哋諗起咱邊嘅做事啊，咪係事。但係我人是大可能我係做事。咱若咱可能咱家己嘅心，咱就了解咱家己嘅做對所以控制得好多程度，即係講，我實現我心，我去實現我心，唯一我不掉我比較高也不行從來不行。老明年反正這啥，我做人人後邊我從來我做了做好事一種這啥嚟，所以呢，這難為真正講。以用這三性呢來把這心有一個反覆，把心這個限制很基本，這是熟悉的樣子。所以不是在騙，那是在公平所以心向外，恰巧心中出現，那麼就很正常。心來一想不知何處，假使幾分，心來當然是。咱苦逼出现的本体无，只有叫到水无，只有时刻嘅咱的心无，这做咱的主观教无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生活之稳，永远来就会的。其实生活的是之稳，永远来就会的。所以这些古人不在灵山的环境，灵山即在无形。咱哋嘅了解，如果空性員工實質之一，必須重視自我嘅，而實質嘅裏邊，這個組成嘅本體，就我諗住，如果係心呢年嘅發展，所以也自然個性係重視這個，然後講啊。我要很卡我按照用希望很卡所以呢要很多
我目前就甲恁大做伙，希望恁会当看，会当看，安尼呢，你就讲人就想到得名，所以这个了解，所以咱甲恁讲，祖先中反而只要在祖先，祖先中相见祖先，那就是相见祖先的经论了，咱来家己讲课，讲课咱家己，安尼呢，咱大家发现咱真正真好，有了祖先真好，有了祖先真好，就是幸福的因素，你若相信你家己是佛，你就是幸福的因素，这个幸福的因素。你若家己无相信你家己是真佛，你就无法幸福，这是两个道理。因为你本身就是佛，你才幸福；你本身就是佛，你比才幸福，这个了解。换言之，不能见主本性，不能见主本性，只向外求佛，有这想法的人，就是最无知的人啊！咱来讲。依然是当敬你祖先的本性，各你祖先的本性，敢向我们去求问有这种想法的人，就是最无知的人。要造明做所有人讲，这是一个大事，做可惜的。实际上，咱会当来知道，咱会当来知道，会当来学道修道，其实咱是最无知的人，咱是最有智慧的人中咱了解，有嘛咱了解，就是说讲，只要爱到治疗就是中，法治该中治就是好，中治现在是正道，好治现在是真理，你来讲正宗古话讲，这是空文传授的生活呢，但是起码咱。中这个对，咱是咱中这个对，处事拢咱这个好，法治拢咱中正，安尼咱好这个对，安尼咱自家的生活咱就对对。如果生活这个对，现在这是回去学的时阵，自家英文，咱没等级就上没等级了，你要信心。那叫上天有法等你，没有上等你。你家己对家己绝对要有信心，袂使家己看清家己。因人生中是短暂的，几十年时间，算哪能就过。现在已经为大家留下来。现在要做现代所讲，我尽力的。将这爱正常将这生活拢留予你但想救度这人，还是先自修一番但是你若真正要救度世间人，伊本身来先自修，无自修，无法度当救他所以这英国这个科学家。罗素，咱中国中原有一套真正足好的科学，就是大学有这本BB以前新兴家庭，新若无新家庭吗？家庭的国力特别强，这世界无人有的，敢中国中原闹一套。这些想法，还有今晚这个想，我们要坚强的各方面教学的人，如果测绘相中动魔方面，人家都跟你讲我跟你讲，因当然要修道的人这种要修道的人，如果测绘了相中动魔方面。将会容易感觉出衰弱。